吼啥呀你？少废话，快走！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大人，检查一下绑解了吗？是。回大人，检查过了，绑得很结实。听好了，跟兄弟们说一声，把守的要负责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这几个小子要是跑了一个，我就会把你们几个给剁了。是大人。偷懒不干活，想吃白吃啊！不想干的都给我滚！别滚啊！别！小娘们儿挺乖的，别吓着她。说，你为什么要抓水哥他们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手下嘛，假借你的名义来抓这2个人，被我骂走了。我不用你抓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不是抓，是请。来人，在，带他们2个去见毛大人。能见到水哥他们不？能，当然能。你们是一伙的，让你们在一起，生死不离。走啊！走。人，别动！哎，放开我！快走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干嘛呀？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真的要把他们抓起来啊？这不是抓了吗？哦，你骂了我的手下坏人，不知者不为过嘛。为什么要抓他们啊？这你就不用问啦。放开我！老实点！阿福多，放放开！哎呀，终于可以放心了，一个没漏，可以放松一下。你要把他们怎么样啊？啊？赛马可是我的摇钱树啊！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是安西都护府的节度使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愁没钱花吗？啊？可他们还只是个孩子啊！那又怎么了？啊？只不过，只是……哎，只是什么呀？来吧。童哥，想啥呢？我在想，杜大人给我们摆的那桌酒席，摆了那么多，一口也没动呀，浪费呀！这都啥地步，你还想着吃啊？肚子饿嘛。都这地步了，你还肚子饿？这不是还没死呢吗？没死肚子就会饿。啊，你看水哥，水哥肯定也饿了，他饿的都快睡着了。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本来想着可以出人头地，费尽心思的攀龙附凤，没想到到最后
竟然攀上个王大人，掉进了狼窝虎口。你后悔了？后悔？后悔有什么用啊？追根溯源，还是在水哥他爹身上。哎，你怨水哥？我没怨水哥，这是推敲。这不是打发时间吗？哎，一哥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想当初让水哥去王大人家，你和金哥最积极，来瓜州，你俩也最起劲儿。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你开始怨水哥了，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怨啊，你也怨你自己。就算死，上断头台，到阴间，我也吐你唾沫。哎，铁哥，你平时嘴那么厉害，你咋不说他呀？我和你一样，肚子饿了，没心思说话。哎，他在怨水哥。我没怨，我呢就是说咱看错人了，看上了王大人，以为他是贵人，长得慈眉善目的，竟然是背后的凶手，真恨不得掐死他。我也想掐死他，可没办法啊，手被绑了。咱们真在这儿等死吗？屁话，都说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。想不出办法，等老天爷开眼吧。老天爷喝醉了，睡着了。老天贪酒，醉如泥。无辜少年，蒙冤死。有朝一日还魂来，定杀恶人出恶气。好，这还有点英雄的气概。都说够了吧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人都要死了，说几句话不行啊？你还有良心没有啊？是啊，咋了？好，说吧说吧，反正你们都是要死的人了，要是能说回来就好了，就怕说不回来了。你别挖苦我们了啊！要是真能回来的话，第一个就灭了你。猴子，哎，那个毛大人一行啊，明天早上要赴京城交差。你呀，天亮前把这些草料准备好。啊，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哎，那几个是王大人的，咋办？城外头正弄断头台呢。啊？那咋还俩？都杀呀？杀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进去！赛马，阿卜杜，水哥，折腾了大半夜，终于叫你们几个臭小子团聚了，啊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哎呀，不耽误你们了，慢慢聊，咱们明天见。赛马，是不是13娘？不是他，十三娘告诉我，杜大人抓了你们，还要抓我和阿普都，叫我和阿普都赶紧走。我不走。你有病啊！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杜大人抓了你们，我凭啥要走？你，阿卜杜，你为什么不让赛马走？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哎，姐，阿卜杜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了。明知道是要抓你们的呀！就算他不来抓我，我也要去找你们。我要问他们，为啥要抓你们？难道你们犯了王法了吗？凭啥呀？赛马，水哥猜的没错，杀死水哥他爹，那就是毛大人。从背后捅金哥一刀的还是毛大人。
他跟杜大人是一伙的，一官一匪都是坏人。水哥他爹跟他原来共事过，都知道他们的底细，所以要杀。不仅要杀，还要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咱们和水哥是一伙的，还是得杀。他敢！你们是王大人派来的，难道他们不怕王大人吗？水哥，你跟他说。水哥，我哪里说的不对吗？水哥，你说话呀！水哥，王大人跟他们也是一伙的，骗我们来这儿就是要杀我们的，还给我们一个抢夺贡品的罪名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！狗娘养的王大人！三妈，你应该走了。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水哥，水哥，你别呀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就算真的要死，那也是神，是老天爷的旨意。我愿意和你们大家死在一块儿。活着，咱们做哥们儿兄弟；就算死了做了鬼，咱还要继续做哥们儿兄弟，挺好的。只是，阿普多，苦了你了，喜欢了我这么久，还没有娶到我，就要死了。不苦，我不怕，一起活，一起死。你以前一直都想亲我的脸蛋儿，现在还想吗？想。按你们人头做的6碗面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这个叫送行饭，你们吃完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到了刑场，手起刀落，你们就去另一个世界了。我先吃，来。哎，干嘛？凭啥他先吃啊？对啊，凭啥他先吃啊？我还要先吃呢。我是女孩，我先吃。我先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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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吃。我先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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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别抢，到底谁先吃啊？我先吃，要吃就按顺序吃，要不然都别吃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干啥？干什么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快点儿！不想吃是吧？快走！站起来！
你真端走啊？你们别闹，我再去给你们端。去长安的人马，我都给你备好了，随时听候您的吩咐。杜大人吩咐过，把那几个小毛贼押到城郊外，交给杜大人。上路。嘿嘿。毛哥，杜大人恐怕现在在13娘的被窝里。你这个臭小子！哦，你现在赶快去看一下那几个小毛贼咋样了？好，我这就去啊。您喝着。头子，我们几个到了阴间，也会记着你的好的。对对对，我可不想被鬼惦记着，晦气。好吃。你做啥呢？做啥呢？我给他送行饭。哦，送行饭。哎呦，我没想到。哎，你做得对，做得对。哎呀，咱们就要上路了，吃好吃好，啊，高高兴兴的走，啊，你慢走啊！哎，猴子，你干嘛？我还没吃饱呢，再来点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童哥你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哎，猴子，咱算不算有交情啊？被打的交情呗。赶紧吃吧，后边等着。你这人怎么忘恩负义啊？西瓜的事儿，我可一直没揭发你啊。行行行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哎，猴子，手艺不错，手艺不错就多吃点。哎，来，哎，好，来口。啊，慢点。哎，猴子，哎，你教教我呀。你好好待我，有朝一日我做了京官，就带你去长安啊！
哎，愿意吗？谁稀罕？嘴里不说心里话，傻瓜才不愿意呢。好了啊！哎呀，该去做正事啦。杜大人，杜大人不好了！杜大人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跑了2个小毛贼。谁？水哥和铁哥。毛大人呢？毛大人正在军营里搜查呢。军营啊！笨蛋！全城搜查。是。你要杀的人跑了。没错。但是他会回来的，而且会杀了你。不信的话，你等着瞧。放我们走。大人，要不先把这几个宰了？放屁！去长安的人马已经准备就绪。你去吗？抓不到水哥、铁哥，你上断招差。是。哎，毛大人，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样？啊，来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你放了我们，然后咱们结成一伙，然后杀了杜恒，你当老大，啊？打起精神，提高警惕！你们前院，你们后院，出发！走。杜大人，你前院、后院、偏院，一只鸟也不能飞进来。是。还有，全城搜捕，连一个老鼠洞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对，调一队军士过来，前门、后门、房上、房下都给我守住了。是。愣在这干什么？是。怎么是你们？满城搜捕，我们只能来你这儿了。我们饿坏了。我去给你们拿吃的，你们信我吗？嗯。走！来，快吃吧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抓我。赛马呢？就跑出了我们2个。放心，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。现在满城搜捕你们，我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啊。啥意思啊？怕我们连累你啊？你也太小看我13娘了吧？你别听铁哥胡说，赛马说过你是好人。对，我也说过他。等你们吃饱喝足了，赶快想办法出城吧。你们可以去安西都护府找高将军，他可以帮你们。不行，我们抢了贡品，还杀了高将军的人，有嘴说不清。高将军不会相信我们的。我们要去刺史府，取回我们的家伙。不行啊，现在满城的人都在找你们，刺史府布满了军士，你们进不去的。我们先藏你这儿，晚上再过去。现在在瓜州城，我们能信的人只有你一个了。铁哥说的对，我们没有熟人，
更没有亲人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我这个地方不能待。我带你们去酒窖吧。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搜到了酒窖，你们就只好往外冲了。知道了，那就冲。那好，我带你们去，走吧。哟，今儿什么风把毛大人给吹来了？十三娘，今儿得罪了，我要搜查好月楼。为什么？有2个小毛贼跑了，犯的是杀头罪，全城搜查，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。这么说，毛大人是怀疑我窝藏朝廷罪犯了？十三娘，别为难我，这可是杜大人的指令。那就是杜大人怀疑我窝藏罪犯了。哼，没人怀疑你窝藏罪犯，是把他们藏到你这儿来。十三娘，这杜大人可放话了，全城一个老鼠洞都不能放过。你这好月楼不是老鼠洞，到处都能藏人呐。放肆！这小子瞎说呢。现在全城都搜查过了，目前还在搜。就是咱这好月楼，不是没人敢来吗？你毛大人不是进来了？这是例行公务，不得不来。搜！底下的搜！你们敢？13娘，你不是真藏人了吧？放屁！跑的是朝廷钦犯，坏了杜大人的事。13娘不会出卖我们吧？不会的，她要是出卖我们，他们就直奔这儿来了。也是，赛马应该不会看错人。要搜也可以，你让杜大人来搜。杜大人没空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？啊？你要是没搜出人来，看你怎么向杜大人交代。我自有交代。这是杜大人早上吃剩的。如果毛大人不嫌弃的话，我拿去给您热一下。13娘，别费心了，我没有吃剩饭的习惯。抓人要紧，赶快搜。13娘，放心。人坏了，杜大人都可以换新人。如果损坏你的东西，全都可以换新的。要是没搜到，说不定
还会向你赔礼呢。往那边看一下。里面有人，咋回事？门上锁了，上锁就砸！住手！为啥呀？里面可都是陈酿啊。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难道你也喜欢我13娘啊？里边除了陈酿，是不是还有人呢？没有。13娘，如果有人，就老老实实的让他们出来。杜大人不会怪你的。你没事吧你？你没看门上挂着锁呢？水哥，小心点儿。天哥，我们只能拼了。哎，可是我使不惯刀啊。你小心点，跟着我就好。好的。走。走开！我看今天谁敢进我的酒窖，今天谁敢进我的酒窖，我就跟他拼了！走，走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死们，把他们住上！哎，这个别弄死他们！不许进我的酒窖！不许进！
走。走。哎，你们这群笨蛋，看准了再放箭吗？混蛋！跑啊！你们快跑啊！13娘，13娘，你们给我听着！我知道你们的身手不错，可以脱身，但是你们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吗？嗯，师哥，别听他的。你们想想，你们跑得了吗？娘们儿可是为了救你们啊！啊！别管我，快去救赛马！快出来！听见了没有？是男子汉吗？男子汉就给我出来！你们不管他的死活吗？啊！今天要是跑了，我就宰了他！快跑！跑啊！别管我！你们快跑！快跑啊！你放开他！出来呀！师哥，你不能去，我去。你给我走！师哥，师哥，走啊！这就对了。这就对了，这才像个男子汉嘛！绑了，快！是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带我去见杜大人，放了13娘。带走。走。傻瓜，真是傻瓜呀！傻瓜呀！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街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
淡相照自豪间，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，一曲长。